你来到老挝这20多天，你对老挝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我对老挝的感觉吧，哥，你看啊，我是在这个，首先我在湄公河那边住，那边呢就是说人挺多，我过去转呢就感觉这些人呢，就是说挺安逸的。怎么说安逸呢？就是说可能我在附近啊，因为我平时每天出来吃饭，我都是找饭店吃饭，我也不做饭，刚来嘛。然后呢，每到礼拜日呢，我发现我常去的那几个地方吧，他都不开门。我可能还需要就去更远的地方，去一些菜市场呀，可能那个地方开门，去一些远的地方。还有呢，就是说是他们这种啊，就是我能感受到的，就是说，有一天晚上我从湄公河回去，因为离得近，我走着回去的。我看到了一些，就是说是他们呢，就是说男女老少呢坐一块儿，他们在看踢足球。他们这个踢足球呢，他们这个群众可能跟咱们国内不太一样吧。我感觉咱们国内可能就是说，男的看的多一些，但是我发现在老挝这儿呢，我发现他们好像大妈他们也看。因为有一次我回去路过，他们正好坐那儿，坐一桌子人坐地下啊，喝啤酒呢。就说顶上电视上放那踢足球的呢。他们在那儿喝酒，好像是进了一个球吧。那大妈们可能也是高声呐喊的在那儿呼喊。就是说这种感觉让我感觉到就挺新奇，就是在国内可能见不到这种见得少啊。老挝这边确实他的人不管是男女老少、高矮胖瘦，他们去参加一些事情啊，他们都会很放得开。他不像我们很多啊，也不说100%啊，就是很多中国人更多的在意别人的眼光，在意别人怎么去看你。那么这边的人他就是自己怎么开心怎么过，所以他们就很舒服。老挝的为什么说幸福指数这么高啊？就是这种啊。对呀，你看，你看有这么一个画面，大妈呢就是说，看完这个踢进球了，好像是他们欢呼完以后，大妈呢也是摇头晃脑的这种感觉。我就感觉这种，说实话，可能真是在国内看不到。对啊，就是特别感觉他们特别高兴吧，应该是，要不没有这种感觉吧，要不他们可能做不到这一点。对，那你在这边，你觉得老挝的这些安全，这些治安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呢？是这样的，哥，可能我来的时间比较短吧，也没感觉到特别的不安全因素，我只能这么说。所以说感觉到挺安全的。可能说看他们直播听得多了，可能就是说他们跳舞的可能抓嘛。可能是涉及不到这方面。你要说正常的来说，我就说我们普通人的安全问题啊。普通人就是我感觉到的没有什么没有不安全的因素，我这么认为的。所以说得出结论可能就是说挺安全吧。那你在老挝这边的话，就是吃东西啊，然后住宿啊，以及你就包括你出来走啊，你这些你习惯方面呢，你觉得很习惯吗？还是不习惯？其实我在这个伊拉克那边吧，就是说是首先呢，我在那边封了1年多，就是圈了1年多啊，一直在营地，一直在营地出不去，所以说呢，来这边呢也算是刚自由，就感觉挺好的呀，也就是完了，哥，我忘了问的啥，没事，不好意思。那就是你来到老挝以后，有没有就是说碰到女孩子啊，或者说你自己想追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你方法或者能聊的女孩子有没有？我一直在湄公河那边呢，可能就说我晚上也去试着去搭讪一些。可能就是说现在也没有遇到可以谈得来的。目前就是这样。你刚来嘛，还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你要等机会慢慢来，对吧？我们找不一定是最好的，但要找到我们自己合适的。那你现在在这边的话，你会老挝语了吗？是这样吗？是这样的，哥，我来之前啊，还是那句话，我在伊拉克呢，实在是没事干，下了班，我呢自个儿也是一直在学那些老挝语，自个儿在油管上找教程，就是基本上是学会了。我说的学会啊，就是会拼读了，但是不懂什么意思。那挺不错。就是但是我信心满满的来了，其实是，但是我发现来了还是啥也不行，沟通不了，什么也沟通不了。我只是说认识字儿，但是你可能
写出来我会念，但是啥意思我根本就不懂。这个还需要实践，还需要实践。你要多跟老挝人交流啊，多跟老挝人交流，然后你去多说嘛，多接触，慢慢的你就会了。这个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过程的。就像小孩刚出生什么都不会，对吧？你待了一段时间，比如说你来了1个月，你到3个月，你可能就比现在好多了。你到你1年以后，肯定简单的交流肯定都没有问题，即使你不去学。我认为是说沉淀下1年来，可能这个老挝语会有进步。对。不过目前来说，肯定给当地基本上是当地人交流不了。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对，差不多。这个每个人都刚来都一样，其实我来的时候，我抱着很大信心的，我认为好多东西我都学过了。其实我写了密密麻麻的一个本上，那个好多话就是自个儿学的。但是来了发现，他们稍微说快，就是不说快点我都听不懂，就必须得说你慢一点，什么哇啥啥慢一点，可能我能听懂一小点点。对，这个就是说你理论跟实战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差距太大了，真是对我打击挺大的。其实是，那这个你不要急，因为你来了以后，你一定要去跟老挝人交流。甚至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在中国上学的时候就是可能学英文，对吧？那时候每个学校都有教英文嘛，初中、高中、大学。结果就有这样一个笑话嘛，人家学完大学以后说，我考完6级了，结果去到英国。他听了半天说英国人不是说英语对吧？那因为你学的这个东西可能跟你实际是不一样的。就像我当年来老挝学老挝语的时候，我是没有学过，我来了老挝一句都不会，对吧？但是然后我每天去听老挝人讲，去跟老挝人交流，不会讲的时候用手去做手势，打手势，那么慢慢的，你天天去说，你就耳濡目染嘛，你就自然就会了。所以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每一个来的人，语言。我一直在强调，语言是大家不需要着急的一件事情，这是最不需要着急的事情。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心态，你觉得这个老挝这个地方适不适合我，这个地方的环境我喜不喜欢，对吧？这个地方的人我能不能跟他沟通，能不能跟他交流？我们就是说来到老挝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更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大的环境适不适合我。其实其他的都不重要，只要大环境适合我，我可以花点时间去融入这个环境，对吧？我简单理解为就是生存下去。对，那肯定是没有问题像你的这种我就听你说话，包括你这种心态以及你跑过很多的地方那么你再来到这里，可能跟那些没有出过国，对吧？没有出过门的人，那想法肯定是很大的不同。主要是还是多关注一些正能量主播，耳濡目染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学来的嘛，取经取来的。对，都是通过你们取经取来的。因为我们也不去说大家做这些视频或者是直播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目的嘛，不是我们说我们就一定对。但是我个人来讲，我就是希望通过我这个人的亲身经历，通过我的一些口述，让更多的人能了解一个比较真实的老挝的一个情况。包括就今天跟你聊天这个，也是希望就是通过你在老挝这20多天的感受，让我们还没有来到老挝的粉丝，或者说有一些已经来到了，可能他与你的情况不一样那么让大家就是互相有多一个了解吧，多一个窗口，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我在说。像我觉得像今天这种就挺好，因为从你自己亲身经历，我前面的视频也讲过通过一些粉丝的亲身经历，让大家感受一下真实的老挝是什么样子，而且并不是像有些人他想象的那样对吧？那你接下来的话，你是有什么计划吗？有什么打算吗？接下来我一直其实也在找工作先稳定，现在其实也算稳定下来了。等这个签证这个旅游签这商务签下来了，基本上就稳定了还是以找工作为主吧别的打算还是能生存才有别的嘛。